依家又見到中國國家隊入市啊，咁使到就恒生指數咧就升咗唔少啊。咁今次似乎嗰個國家隊入市咧個力度都唔算非常之大喎。咁起碼市場上嘅反應亦都見到唔係非常之興奮啦。港股恒生指數冇錯係真係升咗㗎，但係成交量並不是激增，未引起到咧其他跟住入市嘅投資者太多。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互市啦嚇，互住港股同埋內地股份嚟講咧，個力度都係一般嘅啫。咁再加上咧，就似乎環球嘅股市暫時嚟講都係迴避風險嘅意味比較重少少啦。咁而港股又仲未係真係極之低嘅 PE 水平啊。咁今次入市咧，我相信仍有餘威。不過咧，向上嘅力度恐怕未必會係非常之犀利㗎啦。現階段恒生指數大約係25,000點左右啦，已經係略為破一破嗰個所謂嘅技術阻力位啦。但係向上空間，既然我覺得都唔係太多嘅話咧，26,000可能咧都會係遇到比較大啲嘅阻力。26,000如果真係成為下一階嘅逾越唔到嘅阻力嘅話咧，咁即係短時間嘅下行趨勢仍然繼續。稍後咧，恐怕港股仍然都比較偏弱一啲。咁現階段25,000至26,000 1,000點左右嘅距離啦，值博率並不是好高。咁適宜咧，就假如對港股後市都比較保守嘅話咧，亦都適宜咧就趁高嘅時候咧就乘機減磅啦。但係既然話係餘威仍在啦，咁向上反彈空間仍有。國家隊入市對呢一類嘅中特股份咧特別有利咧。我覺得以往嘅託市或者係國家隊護市嘅方法嚟講咧，一般電信股咧都係佢哋比較屬於呢方面嘅買入嘅股份，所以股息係算比較理想啲啦，係咪？咁所以咧係電信股可以考慮。第二咧就係能源股。依家就美國同伊朗嘅衝突又升溫啦，咁你見到燃油或者係原油嗰個價格又升翻上$80一桶上邊啦，咁短時間恐怕喺原油嗰方面嘅價格咧，應該係大約呢個水平比較高嘅水平維持住嘅。咁對於咧三桶油係有幫助。而三桶油本身個派息嘅水平亦都唔錯啦，因此如果以國家隊入市護市嘅話咧，我建議不妨大家留意下電信股同埋係石油股份。美國同伊朗嘅局勢經常有時放鬆啲，一時又緊張啲。依家係仲有一個比較緊張啲嘅階段啦。咁美國同埋伊朗都顯示比較強硬嘅態度啦。咁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受到困擾啦。呢條通道暫時嚟講，亦都並不是係暢順。因此我哋見到國際油價亦都係升咗啦。由60零70蚊一路升到依家咧$80美金一桶嘅水平啦。咁短時間我相信咧呢個緊張局勢可能都會維持嘅。咁如果既然係咁咧，油價亦都比較偏高啲咧。對於石油股份係如何咧？香港嘅三桶油咧，我相信短時間仍然係能夠支持到嘅股價再係上升嘅。咁其中咧就中石油同中海油咧本身可能會好啲咁多啦。中石化咧就因為本身最終個使用嘅問題啦，下游產品比較多啊。咁若果油價升嘅話咧，對佢本身個成本亦都係成為拖累啊。所以咧現階段如果真係要部署，我覺得仍有空間。不過咧以中石油同埋中海油咧為主。因為傳嚟香港港交所可能係延長交易嘅時段啊，咁希望吸引更加多啲投資者同埋成交啦。其中包括咧可能提早開市啦，午市就取消，即係午休取消啦。跟住咧晚市亦都會加入啦咁樣。最主要都係時間都係長咗啦，比即係交易時間長咗。咁樣會唔會係即係刺激到港股上升咧？我覺得呢個並不是能夠刺激港股上升嘅主要動力嘅。要刺激港股上升咧，必然係其他基本因素同埋可能資金流嘅問題啦。暫時未係好就，除咗國家隊入市啦，使到恒生指數略有起色之外，
咁因此之故咧，如果即使稍後實行到頭先所講嘅措施，延長交易時段都好咧，係增加咗交易量嘅。不過咧個交易量咧，老實講，如果大約就咁多個興趣就係咁多嘅話咧，你拉長咗嘅話，佢只不過可能攤薄喺整個嘅交易時段裏邊啫。咁增加，因為時段長咗，方便咗投資咧，而增加個交易量應該唔會係太明顯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唔係最主要嘅因素。當然呢個對於咧港交所係長遠咧喺交易所之中嘅競爭力係有所增強嘅，呢點係事實啦。咁對港交所當然亦都係有利嘅。咁但係港交所嘅股價即使係咁都好啦，定不是因為你能夠交易時段延長而係即係大大地係利好嘅。但必須有其他嘅因素所配合。所以當係睇佢實施呢啲措施嘅時候咧，當時嘅國際形勢啦、資金嘅流向啦、經濟等等咧，各方面嘅因素如果就咧，咁自不然咧係水漲船高，更加係即係好事嚟啦，更加係即係順風順水啦。相反，如果唔就嘅話咧，呢啲措施推出嚟都好咧，恐怕都唔能夠力挽狂瀾嘅。咁因此，我覺得話題性有嘅，實質性嘅影響可能係比較長期，短時間對港交所嘅股價嘅刺激應該作用不大。本人並無持有頭先提及過嘅股份。